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圣诞恭喜！今仔日是2020年12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2章第6节到12节，诗篇90篇，提多书第3章第4节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一个特别的独一的。旷野的天使，这个黑暗中的各样的人报佳音。天使安尼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好大欢喜的消息，互万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的。困伫昨年，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这个是圣经记载耶稣降生的时阵，天使报佳音的情形。咱拢知影，伫感恩节了后，一直到圣诞节，会通讲是叫买物件的一个热门的季节。真济的促销的活动，拢会伫即个时阵来寄广告啦，特别有即种咱讲针对即个 VIP 贵宾，也是讲会员的行销的种手法，就是讲伊会发配互即个会员，甲因通知讲即个 deal 是一个 exclusive 意思讲无论伫价钱顶悬啦，还是讲要赠送的物件啦，还是讲迄个打折也好啦，即个伊有足济的 deal 即个做生意的人的目的，就是要互会员认为讲，我是足特别的，即个敢若是我的真特别有的安尼当然目的就是要对落地啊，甲你的钱摕出来，叫你买物件啦这个独一的也是特别的英语其实有几若个字啦拢有伊无共款的角度的意思，也是讲较深浅的意思。比如讲，咱拄则讲 exclusive unique 也是讲 distinctive ideographic inimitable 是讲即个 particular 有足侪无共款的字，伊有无共款的意思伫即个所在。但是牧师认为，若要来形容耶稣基督即个 the only one 比较较正确，还是讲较准确，会通来形容上帝，还是讲咱所相信即个救恩特别的独一的，也是讲真无共款的即个上帝对咱来讲是一个独一，无阁有其他亲像彼得所讲的，伫使徒行传的经文所讲的，讲即个伊是恁遮的人所弃杀的石头，已经成做厝的角头石除了伊以外，无有别个拯救，因为天顶地下人间无阁有想出别个名，互咱通来换靠。这是咧讲到耶稣基督即个上帝无有想出别个拯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就是牧师咧讲 the only one 特别的一个独一的一个，这正是天使报佳音的内容。迄位上帝所想出落来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除了即位用布包的做记号的降生伫伯利恒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伊是唯一的拯救，无阁有别个这嘛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伫以赛亚书的第62章，咱若看到经文，爱甲讲看耶和华捌传报伫地极恁着甲惜咱的百姓讲，看恁的拯救来看伊想事伫伊遐，伊的报答伫伊的面前，
人要称因做圣的百姓，耶和华所赎回的，你也要称做找到的，无搁受到放杀的城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上帝的拯救，上帝救恩，这个耶稣基督来赏赐互咱吼。咱袂当放任所有的宗教拢咧敲吹，拢咧敲吹，但是无拄拄，逐个拢会当找到拯救的路，比如讲咱咧讲的道教，咧讲的西方，到底西方是啥？伊嘛无解清楚，伫迄个所在是毋是有拯救，伊嘛无法度解确定耶稣基督伊也明白捌安尼讲过，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藉着我，就无人会当去到爸遐去。这是伫约翰福音14章的经文所甲咱讲的。要安怎得救呢？提多书提醒咱，圣神就是伊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大大降落伫咱的要互即个伊的恩典来称做伊的，通照永活的愿望来成做护士。所以藉着安尼耶稣基督的救恩，咱会通成做上帝的护士。这是双向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咱会当甲上帝有一个合宜的关系佮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咱必须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才会通得到上帝的救恩。也就是讲，佮再安尼进一步讲，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互咱有甲上帝建立合宜关系的机会。但是只要咱放弃，只要咱离开上帝，这个机会就失去啊！咱就放弃了这唯一独一的救恩。今日是独一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所赏赐咱唯一的这个特别的救恩。无论咱是毋是已经相信，或者是讲咱还未接受救恩的兄弟姊妹，今日是咱的机会。咱在庆祝圣诞节，同款的。这个情形同款，咱拢知影防疫的重要性。当防疫中心，也是讲全世界这医生拢甲咱讲爱安怎防疫，但是你无爱照安尼做，无爱用迄个合宜的方式去做的时阵，咱嘛是同款来失去迄个保护家己的一个方法。对伫耶稣基督所赏赐咱的救恩嘛是同款，咱知，咱着爱把握。咱得接受，然后会通得到救，会通伫主的面前来得到喜乐甲平安。弟兄姊妹平安，圣诞节快乐！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5号。那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2章6到12节，诗篇96篇，提多书3章4到7节。路加福音2章8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独特的。在旷野的天使向黑暗中的牧羊人报佳音。天使这样说道：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这消息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孩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几乎是全世界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是一个购物的旺季，许多的促销活动都会打广告寄 email。那有一种行销的手法，就是针对所谓的会员 VIP 或是贵宾的一种行销手法。那商家总是会发给这些会员通知他们说，你们的是给你们的 deal 是这个 exclusive 就是无论在价钱上面呢，或是说要给的赠品啊，或是说在折扣上呢，都有特别的
打折。那当然，商家的用意是要使这些会员们觉得我是唯我独尊的啊，是特别的。那当然目的就是要从这个口袋里面把皮夹拿出来，然后购物嘛，在英文的里面有好几个字可以来形容这个独特的，或是唯一的，或是特别的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exclusive 是 unique 或是 distinctive ideographic 或是 inimitable 或是particular。有很多的字都在形容像这一类型的，每一个字都有它不同的程度、角度，但是都在讲说特别的、独特的这样子的意思。但是要用来形容上帝的话，牧师认为 the only one 是最特别的一个字，会比较精确的来讲上帝。是的，上帝不但是独特的，不但是特别的，不但是出众的，他更是一位独一的上帝。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4章就讲到的，他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他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石的那一块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基督以外，上帝没有赐下别的拯救，这正是天使报佳音的内容。那一位上帝所赐下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除了他那一位包着这个布用布包着降生在伯利恒，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他是唯一的拯救，没有别的了。这也是以赛亚书先知的预言，在62章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向普天下宣布，要告诉耶路撒冷的居民，上帝要来拯救他们，他要把他所拯救的子民领回来，他要被称为上帝，他们要被称为上帝神圣的子民，称为上主所拯救的子民。耶路撒冷要被称为上帝所喜爱的城，称为上帝不遗弃的城。我们不可否认的，所有的宗教都在寻找，但不见得能够寻找到真正拯救的道路啊。比如说像道教来讲，他们有那种西方的观念，那西方是哪里，其实他们也不见得知道，所以要透过道士啊。那道士也没去过，他怎么带啊？那都是有问题的哈。耶稣基督也非常明白的宣示，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要如何得救呢？提多书这样子提醒我们。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把圣灵丰丰富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由于他的恩典，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而得到那盼望所盼望那永恒的生命。合宜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以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合宜的关系。那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才能得到这个救恩。或是更明白的说，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上帝呢建立这个良好的关系、合宜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就选择放弃啦，那或是选择远离上帝呀。所以当我们放弃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放弃了这个唯一独一的救恩。今天
今天这个日子是我们纪念上帝独一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唯一而独特的救恩给我们。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或是我们还没有接纳救恩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如同面对防疫一样，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方法的防疫是有效的。但是当我们不愿意去做自我防护的时候，那我们就少了这样的保护，就得不到平安，就可能被染病。一样，就回到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救恩，全世界都一起在庆祝圣诞节，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既然我们在庆祝了，我们就要去思想，为什么这样子？他是谁？他是独一的救恩。我们要得救，今天就接受他。